平身，恰万岁，此错多恰hin牙千岁，错下了，多恰了。李梦真，圣才，从严公啊！哎，不敢，为甚不敢？哈哈哈哈！错下，多恰。卿家有所不敌，只因老翁托孤之事有所托，群主的婚姻是由天子做主，从严为媒呀！爱想此事受不了卿家，你为媒呀，卿家。有家将军少年英俊，不知多送西海명문，两不提倡父子将门，此事不敢，恕王严命了。万岁！天作四下应真贤，万岁英明给永言。太古身为尊父，天伯父伯喜，只用言贤。回来呀！卿家，你爱去哪一位呀？当然，梦猜天伯永父啊！啊，到天伯府做什么啊？奉了万岁之意，到了天伯府做么呀？国王将朝群主许配了两名的旧家小将，移了天伯府用家何干呐？恕王，旧家之人还是天伯府的杨六郎啊！哎呀，国王就地，你就就会送官礼带了。奉此感恩恕王，但不得旧家之人何生之子，哪家之后啊？就是该开国元勋，听神王不良之子，名唤傅登奎呀！错了啊！清清楚楚，是天伯府的杨六郎啊！错，明明白白，是杨家将的杨延寿啊！恕王，是你错了。奴才太当啊！傅登奎救国王，这是那命啊！就将你的秋风啊，就为太阳啊！
就不管啊，两多的父啊，就是婚姻婚啊，出用去吧。啊，根本嘅真人行所有呢，佢好点点，帮我嘅蜀王之辈，佢明明叫家嘅係杨玉郎，雅蜀王，偏偏将我嘅房门基本嘅phủ頂開，啊，還講啊，壯觀偉大，蒼艷哥，你講我家房門應該氣派不馬啥？當然係用演奏嘅好啊！不過萬歲如此做主，為甚愛也係無可奈何啊！無可奈何，讓板講啊！無可奈何，蒼艷公啊！你夢中就要拜不聽。快到天伯府來說歡迎，說啦歡迎，出腳去吧。哎呀，千歲呀！千歲公法，把衛生小牌。你小愛何來啊？公主言語，你用忙得快。愛講講乜計啊？你講山多，還要你來開。啊？係愛講嘅？愛家小心，中呀中時代，也係愛講嘅。天台嘅貨要千歲擔帶，要愛擔帶啊！愛愛學強壯，無問錯無掛礙。係啊，嘅要樣板呢？已經萬歲要出台，200年咯，從年愛從年愛。這樣辦呢？你家家想一個辦法，幫我嘅房妹留個六將軍生前爭氣啊！我想一個主意。錯，我想注意，我想一個注意。千歲，未曾想到一個辦法了。有乜嘅方法？
千岁啊，你下都在群主嘅宫中，去问你个名牌啊！去我房外给宫中前去，做乜嘅啊？千岁，呼你上来，一次一次，这办这办，你看样办啊？常言讲啊，一夕发，八方满那全街，不愧望真文采满怀，不愧望真文采满怀。哈，哎，行哪位去啊？到我家房外给宫中去啊！哎，群主宫中为人怎能去呀？常言讲，你放心，有爱担待。我看又有千岁担待了。放心，有爱担待，来去。哎，俺实在不敢两高啊！哎呀，你就随爱来吧。哎，不可不可不可不，不可不可，哎，不可啊！哎呀，拖拖扯扯，身何体统啊！你讲俺到做乜嘅，听爱来吧。哎呀，哎呀。陈
才叔王将爱言，爱门房外门一言。求见八王爷。不用道理，启禀群主，讲本王来了。遵命。启禀群主，八贤王驾到。有请八贤王。见过凤兄。不用道理，请凤兄请坐。同坐。你得退下。房妹，此番同台速降咯。速降失手，有劳凤兄你挂心嘞。兄妹之情，哪有不担心之理呀？凤兄，你不在景点，披王攀驾，来到爱春宫，有何事情啊？唔免房妹提起，我实唔记得咯。恭喜房妹，贺喜房妹咯。呀，喜从何来嘞？政府拍面前，你是莫假受降哦。感觉你唔记得了，不是吗？你呀，有话就讲，无话就莫讲嘞。房妹，你爱虽非同胞，却情同属旧。唉，我为了房妹啊，你个终身大事啊，唔知啊，操了几多个心嘛，我呀，提话还不人骂呢。哦，有样么？给凤妹爱，我会感谢你咯。唉，好嘞，房妹，我来问你，也拜同头救家，到底何人之功啊？凤兄，你所问何来呀？我是庶人之托，众人之事啊。既然你是庶人之托，又何必来问呢？唉，我呀是不得不问呐。跟你问的是马街呀？我问你，同台救家是何人之功啊？这是嘛啥？嘿，嘛啥啊？哎呀，也有马街好太讲小怪的呀？我问你，到底是嘛啥？是嘛啥？我扣三关机，用嘛个？用眼睛，用眼睛？那救房妹的又是何人？我呀，做的你啊，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啊，我就冇去睬你嘞。你，房妹，你有所不知呀，也其中啊出了缘故啊，我呀是不得不问，到底是多亏嘛啥？多亏嘛啥？你真经好烦啊！我问你，是咩田伯父？该在养六了？既然你的哦，你又何必多问啊？救家之事，干还要骗人？并无他人，并无他人，这就不对了。用办不对嘞。书王言道，救家之事，让他负等亏。不等亏。不对呀，他奉了叔王之命，将来回朝来的呀。书王主将房外那个终身太师，气喷不记了。唐道啊，年
连爱怪菜女呢？你呀，唔是出去虚情假意，你老爱出去啦！唉，这片起来，那片怪，真金很爱怒蛮法呀，像是杨六郎啊，害人不浅，莫大莫智，人家个男亲眷讲嘛个，老王念彩线，爱贤王做主权，又要死神咒。这时代一创业，东口、西口，做人啊，口入来咧，也还无准算哦。还有一个辛苦创业，也求到其中咯。嘿，哪一位청년啊？辛苦创业李梦珍，李梦珍。创啊，放买23年啊，足智多谋，何不见机进攻了，共同商议，放买那个终身大事啊！好，就以方向。我献计进攻了。